佛经经典教育计划光碟使用建议：第一阶段听声音，第二阶段看文字、影像及更正破音字音，第三阶段研究经典真实义，第四阶段受持读诵替人解说，第五阶段扩大弘法，转赠经典光碟，功德回向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如是我闻。一时，佛在舍卫国述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1250人俱。尔时，世尊时者以持钵入舍卫大城起时，于其城中次第其意，还至本处，饭食器，收衣钵，洗足矣。夫坐而坐时，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昔有世尊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付嘱诸菩萨。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！须菩提，如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付嘱诸菩萨。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善男子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唯然，世尊，愿乐欲闻。佛告须菩提：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。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湿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想，若无想，若非有想，非无想，我皆令入无余孽而灭度之。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不知。所谓不住色不知，不住声香味触法不知。须菩提，菩萨应如是不知，不住于香。何以故？若菩萨不住香不知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东方虚空可思量不？不也。世尊，须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不？不也。世尊，须菩提，菩萨无住香不知，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菩萨但应如所教住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身相见如来不？不也。世尊，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身相，即非身相。佛告须菩提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，生实信不？佛告须菩提：莫作是说。
如来灭后500岁，有持戒修福者，于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。当知世人不于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而种善根，以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。闻是章句，乃至一念生净信者，须菩提，如来悉知悉见，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。何以故？是诸众生无复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无法相，亦无非法相。何以故？是诸众生若心取相，则谓着我人众生寿者；若取法相，即着我人众生寿者。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即着我人众生寿者。是故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，以是义故，如来常说：汝等比丘，知我说法，如法欲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？如来有所说法耶？须菩提言：如我解佛所说义，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无有定法。如来可说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法，皆不可取不可说，非法非非法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贤圣，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若人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，是人所得福德，名为多不？须菩提言：甚多。世尊，何以故？是福德即非福德性。是故如来说福德多。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，乃至4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其福胜彼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一切诸佛，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经出。须菩提，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须陀洹能作是念：我得须陀洹果不？须菩提言：不也。世尊，何以故？须陀洹名为入流，而无所入，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是名须陀洹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斯陀含能作是念：我得斯陀含果不？须菩提言：不也。世尊，何以故？斯陀含名依往来，而实无往来，是名斯陀含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阿那含能作是念：我得阿那含果不？须菩提言：不也。世尊，何以故？阿那含名为不来，而实无来，是故名阿那含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阿罗汉能作是念：我得阿罗汉道不？须菩提言：不也。世尊，何以故？实无有法名阿罗汉。世尊，若阿罗汉作是念：我得阿罗汉道，即为着我人众生寿者。世尊，佛说我得无证三昧，人中最为第一，是第一离欲阿罗汉，
我不做是念，我是离欲阿罗汉。世尊，我若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。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，以须菩提实无所行，而名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。佛告须菩提：于意云何？如来昔在燃灯佛所，于法有所得不？世尊，如来在燃灯佛所，于法实无所得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菩萨庄严佛土不？不也。世尊，何以故？庄严佛土者，则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是故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，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须菩提，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，于意云何？是身为大不？须菩提言：甚大。世尊，何以故？佛说非身，是名大身。须菩提，如恒河中所有沙数，如是沙等恒河，于意云何？是诸恒河沙名为多不？须菩提言：甚多。世尊，但诸恒河尚多无数，何况其沙？须菩提，我今直言告汝：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以其饱满而作恒河沙数3000大千世界，以用不知，得福多不？须菩提言：甚多。世尊，佛告须菩提：若善男子善女人，于此经中，乃至受持4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而此福德胜前福德。复次，须菩提，虽说是经，乃至4句偈等，当知此处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，皆应供养，如佛塔庙。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？须菩提，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。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则未有佛。若尊重弟子，尔时，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当何名此经？我等云何奉持？佛告须菩提：是经名为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，以是名字，汝当奉持。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佛说般若波罗蜜，则非般若波罗蜜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所说法不？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无所说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3000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不？须菩提言：甚多。世尊，须菩提，诸微尘，如来说非微尘，是名微尘。如来说世界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32相见如来不？不也。世尊，何以故？如来说32相，即是非相，是名32相。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恒河沙等生命不知，若复有人于此经中，
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多。尔时，须菩提闻说是经，深解意趣，涕泪悲泣，而白佛言：希有！世尊，佛说如是甚深经典，我从昔来所得慧眼，未曾得闻如是之经。世尊，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。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。世尊，是实相者，则是非相。是故如来说明实相。世尊，我今得闻如是经典，信解受持不足为难。若当来世，后500岁，其有众生得闻是经，信解受持，是人则为第一希有。何以故？此人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所以者何？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离一切诸相，则名诸佛。佛告须菩提：如是，如是。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不惊不怖不畏，当知是人甚为希有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如来说第一波罗蜜，非第一波罗蜜，是名第一波罗蜜。须菩提，忍辱波罗蜜，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，我于尔时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何以故？我于往昔节节之解时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应生恨。须菩提，又念过去于500世作忍辱仙人，于尔所示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是故须菩提，菩萨应离一切相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生无所住心。若心有住，则谓非住。是故佛说，菩萨心不应住色不知。须菩提，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，应如是不知。如来说，一切诸相，即是非相。又说，一切众生，则非众生。须菩提，如来是真语者，实语者，如语者，不诳语者，不异语者。须菩提，如来所得法，此法无实无虚。须菩提，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不知，如人入暗，则无所见。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不知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见种种色。须菩提，当来之世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能于此经受持读诵，则为如来以佛智慧，悉知是人，悉见是人，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不知，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不知，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不知，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不知。若复有人闻此经典，信心不逆，
其福圣地。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。须菩提，以要言之，是经有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无边功德。如来为发大乘者说，为发最上乘者说。若有人能受持读诵，广为人说，如来悉知是人，悉见是人，皆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称无有边、不可思议功德。如是人等，则为荷担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乐小法者，我见人见、众生见、受者见，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。须菩提，在在处处，若有此经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，当知此处，则为是塔，皆应恭敬，作礼围绕，以诸华香而赞其处。复次，须菩提，善男子善女人，受持读诵此经，若为人轻贱，是人先世罪业，应堕恶道。以今世人轻贱故，先世罪业则未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我念过去无量阿僧劫，于燃灯佛前，得值840千万亿那由他诸佛，悉皆供养成事，无空过者。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，所得功德，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，100分不及一，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须菩提，若善男子善女人，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，所得功德，我若据说者，或有人闻，心则狂乱，狐疑不信。须菩提，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，果报亦不可思议。尔时，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佛告须菩提：善男子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当生如是心：我应灭度一切众生，灭度一切众生矣，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。何以故？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则非菩萨。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于燃灯佛所，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也。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义，佛于燃灯佛所，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佛言：如是，如是。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。汝于来世，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，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，作是言：汝于来世，当得作佛，
号释迦牟尼。何以故？如来者，即诸法如意。若有人言，如来者啊 No. 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实无有法。佛得啊 No. 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如来所得啊 No. 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于世中无实无虚。是故如来说，一切法皆是佛法。须菩提，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。是故名一切法。须菩提，譬如人身长道。须菩提言：世尊，如来说，人身长道，则谓非道身，是名道身。须菩提，菩萨亦如是。若作是言，我当灭度无量众生，则不名菩萨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无有法名为菩萨。是故佛说，一切法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。须菩提，若菩萨作是言，我当庄严佛土，是不名菩萨。何以故？如来说，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须菩提，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，如来说明真是菩萨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肉眼不？如是。世尊，如来有肉眼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天眼不？如是。世尊，如来有天眼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慧眼不？如是。世尊，如来有慧眼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法眼不？如是。世尊，如来有法眼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佛眼不？如是。世尊，如来有佛眼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恒河中所有沙，佛说是沙不？如是。世尊，如来说是沙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一恒河中所有沙，有如是等恒河，是诸恒河所有沙数。佛世界如是，名为多不？甚多。世尊，佛告须菩提，而所国土中所有众生，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。何以故？如来说，诸心皆为非心，是名为心。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若有人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以用不施，是人以是因缘得福多不？如是。世尊，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。须菩提，若福德有时，如来不说得福德多，以福德无故，如来说得福德多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不？不也。世尊，如来不应以色身见。何以故？如来说，具足色身，即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
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不？不也。世尊，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，何以故？如来说：诸相具足，即非具足，是名诸相具足。须菩提，汝勿为如来作是念：我当有所说法，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不能解我所说故。须菩提，说法者，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尔时，会命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，生信心不？佛言：须菩提，彼非众生，非不众生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众生者，如来说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无所得耶？如是，如是。须菩提，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乃至无有少法可备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复次，须菩提，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所言善法者，如来说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须菩提，若3000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，如是等七宝具，有人食用不施，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，乃至4句偈等，受持为他人说，于前福德100分不及1，百千万亿分，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汝等勿为如来作是念：我当度众生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。若有众生如来度者，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寿者。须菩提，如来说：有我者，则非有我，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。须菩提，凡夫者，如来说则非凡夫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32相观如来不？须菩提言：如是，如是。以32相观如来。佛言：须菩提，若以32相观如来者，转轮圣王则是如来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义，不应以32相观如来。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若以色见我已，因生求我是人，行邪道不能见如来。须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说诸法断灭，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
于法不说断灭相。须菩提，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不知，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，得成于人，此菩萨圣前菩萨所得功德。须菩提，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不受福德？须菩提，菩萨所作福德，不应贪着，是故说不受福德。须菩提，若有人言：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，是人不解我所说义，何以故？如来者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须菩提，若善男子善女人，以3000大千世界岁为微尘，于意云何？是微尘众名为多不？甚多。世尊，何以故？若是微尘众实有者，佛则不说是微尘众。所以者何？佛说微尘众，则非微尘众，是名微尘众。世尊，如来所说3000大千世界，则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何以故？若世界实有，则是一合相。如来说一合相，则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须菩提，一合相者，则是不可说。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。须菩提，若人言：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是人解我所说义不？世尊，是人不解如来所说义，何以故？世尊说：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，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，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须菩提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于一切法应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须菩提，所言法相者，如来说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须菩提，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世界七宝持用不施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发菩萨心者，持于此经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，其福胜彼。云何为人演说？不取于香，如不动。何以故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影，作如是观。佛说是经已。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，更正破因自因盘惹时给的还犯不否？不色土甚未恒成，香着乐那甚迹，或无有少法可备。悉有不师父主燃灯同燃灯阿多罗，亦此是无上三藐，亦此是正等三菩提，亦此是正觉。